你学阿嬷毋捌钱，才捌真济代。你听迄个声音，所以阮查某囝就甲我讲，爸爸，我无用行的，我要抱。因为细汉囡仔敢若听会着关键词尔，伊规句其实毋知影咧讲啥，伊听着用行的，伊就就是我要甲弹落。爸爸，我要抱，我无用行。所以你看，毋过我是真用行的，哇，是毋是安尼？因为用行的是先加才悬对无？啊，若用行咧，用行是平平对无？平平对无？但是伊的 melody 就是用行对无吼？啊无你安怎唱就袂用行啊？毋过我是真用行的，有无？你若配合迄个歌词啦，配合歌词平平，毋过我是真用行的，有无？是毋是安尼？好，单杀五牛，敢无歌戏对无？吼，我迄嘛共款啊。吼，来啊吼，迄单杀五牛的故事啊吼，就是安尼嘛。哦，一个叫做单杀的人，伊排第几？第三嘛，无啦，单杀排第五，咱会叫单杀，单杀当然是排第三对无？哦，啊五牛是排第几？第五嘛，对无吼？啊千金大小姐嘛，有一天单杀吼杀着迄个五牛啦，你知影？吼啊古早吼袂当，伊袂当去，毋敢去提亲，虽然伊的厝里嘛足好个啊，啊伊个鸡仔吼，伊家己是摸行的工人，以前是摸迄个东行有无？摸行啊，去五牛因兜啦吼做长工，吼啊帮五牛摸行，甚至甲怪一个啦。啊你若五牛啊吼，即世人啊吼，看过查甫的拄好，因爸爸甲因阿公两个，对无？所以吼五牛真紧就向怪去啊，为因的查甫，啊叫伊甲伊讲甜言蜜语对无？吼，甲怪去，哦啊五牛就先杀着单杀嘛，来叫怪，但是啊吼。伊是千金大小姐对无？伊会当甲单杀讲，我三哥我爱你，哟，咱做阵吧，袂使嘛对无？袂使对无？袂使。啊单杀，所以单杀毋知影，因为迄五牛啊吼，爱伊伫心内拢无开喙安尼吼。单杀就生气啊，伊讲啊，刺心啦，刺心啦，我对你遮好啊吼，你一点仔感动拢无，所以伊就雨伞举咧有无？吼，雨伞举咧要走啊。迄当阵歌戏调叫做流伞调。流线啦，吼，流线，啥物人要去流雨伞？对，雨伞扭咧啦，我互伊走啦。啥物人要去流？五牛晓？五牛甲捡咧，我三哥毋通走，我爱你，会使吼？袂使对无？啥物人要去流？查某囝仔啦，对啦，戏文看袂少对吧？我还没有看过这个，我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对，但是《西厢记》嘛，共款有一个查某囝仔对无？崔莺莺袂当家己去表示对无？来红娘配出主意对无？是毋是安尼？吼，红娘。所以以前台湾有一个真出名的电视剧叫《我爱红娘》，对吧？吼，你若毋敢喏，我就帮你哦。红娘啦，吼，像你看，啥个查某囝仔拢比小姐较积极。你有发现无？查某囝仔拢比小姐较积极，迄个传统啦，因为中国的传统甲台湾早期的传统啦，吼，迄查某囡仔、查甫人会当娶三四个对无？娶足侪某对无？吼，啊吼，迄查某囝仔有诶会爱对小姐嫁互姑爷。伊迄对过互伊啊，是安怎？怎啊过互伊？因为吼查甫若想要搁娶某咧，啊好无甲我做伙即个查某囡仔，自细汉到我做伙嫁互伊对无？袂来甲我乱，袂来威胁我诶迄地位嘛对无？啊若讲娶了以后，伊搁毋甘愿，搁要娶第三个咧，袂要紧啊，阮2票伊1票，对无？小姐有2票，伊个1票，较早嘛欺负伊会赢对无？所以迄就是古早的权力的物件，所以吼查某囡仔对小姐嫁。所以查某囡仔若看介意个安怎？伊迄西人小姐去嫁伊啊，对无？是毋是安尼？啊无啊，吼小姐毋知嫁送啊，伊无介意嘛去嫁，所以迄种诶查某囡拢比迄个啥小姐更较积极，所以查某囡叫送诶，五年诶查某囡叫野春，吼野春啊，野春就去后壁牵捡迄个三哥吼单衫诶雨伞啦，就流伞了，啊你要安尼唱啊？单衫行山要去什么？我的野春流山对后面。我问三哥啥原因哦？我要回乡领娶亲，唔通啊，三哥啊，就是安尼直唱落嘛吼，啊就是甲流线调啦吼。好哦，啊来单衫做啥物代志？单衫行山要去身，单衫行山，伊做啥物代志？
那雨伞，恁搁捌字啊？恁搁捌字啊？恁搁想捌字啊？单山野山，单山野山，哇！你有看到单山野山？单山要举迄山啦，迄渔工要移山，毋免遐辛苦啦，叫单山来就好啊啦。单山甲山举起来无？单山举山啦，好无？是毋是安尼？是安怎伊是举山，毋是举雨伞？因为你看举山有无？举山有无？你有发现关键无共款无？举山是悬的，举山是低，有无？是毋是安尼？所以你若单山举山悬起哩对无？变举山。啊无安怎像这个人举雨伞？单山举山，有无？单山举山，有无？哦，安尼就袂倒音啊，对无？就袂举山，就是举雨伞，有无？所以吼，我就讲，迄歌啦吼，现代古早拢定定倒音啦。啊，倒音就是安怎？因为写 melody 的人无注意，伊袂照迄个歌词去关键去唱，你知影？所以就会倒音啦，吼。啊，所以吼，这就是像我定定演过啦，吼，定定吼，囡仔练习者。哦，单衫无镜对无？我的镜，我的镜子哦 ，my mirror 哦，我的镜要来配 melody 啦，哦，叫学生练习啦，要安怎配？老师，拉米拉，我的镜，我的镜，我的镜对无？我的镜我毋对。老师，拉米哆拉，我的镜，我的镜，是啊。我的囝对吧？我的囝对吧？哦，好，老师管的拢唔对，爱加对吧？所以，吼，迄个拉咪咪嗦，我会行，我会行对吧？我会行，拉咪咪嗦对吧？配袂出来嘛，啊安怎才配会出来？拉嗦咪，我会行，有无？我会行，是毋是就是我会行对无？是毋是？所以你遮着，咱就来甲大家讲啊吼，台语的声调就是音乐性，就是关键。所以吼，你去体会用这个歌，到底你去找啦，迄流行歌大概一半以上拢倒音啦吼，台语的。所以吼，你会当去找啊，足趣味啊，用迄来去学台语啊吼，的声调去感受台语的声调关键，足深色的安尼吼，你会当去练习看觅啦吼。所以吼，莫去甲医生嫁伫人兜啊，好无？吼，甲医生嫁伫人兜吼，你无一定爱做医生啦，吼，是毋是安尼？吼，咱就是声调伊比啦。啊，声调内底吼有一种叫变调啦，吼，变调有两种啦，一般变调吼，甲还有迄个轻声变、水情变调啦，吼。来，吼，这个要哪念？汉字看袂出来，咱等下，所以上来调那些汉字看袂出来，那写罗马字就袂安尼啦。来，你念看觅。毋是甲你招啦，这有一个无啦。好，歹势无甲你招，有甲你招无？无对无？另外一种念法叫啥？歹势无甲你招，歹势无甲你招，有甲你招无？歹势无甲你招，所以咧，我歹势无甲你招，所以咧，所以要甲你招啊，对无？一个是要甲你招，一个是不爱甲你招咧，吼。歹势啦，无甲你招啦。无甲你招，对吧？吼，啊歹势无甲你招，过来要安怎？要甲招啊！啊，阮要去耍啦，啊歹势无甲你招，互你做回来好啦。安跳啦吼，一个要甲伊招，一个无爱甲伊招呢，敢若差一个声调尔，对无？歹势，迄个势是本调，歹势无甲你招，啊一个是歹势无甲你招，变调。结束，意思完全无共款啦，对无？一个本调就变差一个声调，意思完全无共款啦。啊，过来咧，这个要哪了？我毋敢互你去，我毋敢互你去，有要互去无？我毋敢互你去，有要互去无？无要互去对无？啊，那念我毋敢互你去，安尼咧。啊，有要互去无？有啦，紧去，我毋敢互你去，你紧去对无？啊，我毋敢互你去咧，我要互去对无？所以你看吼。台语的声调变一个，敢若差一个声调无？啊，但意思就完全倒变了，倒变哦。一个是歹势，一个是要甲伊招，一个无爱甲伊招，一个要互去，一个无爱互去，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啊，佫来咧吼，圣经爱讲安怎？圣经讲安怎？爱你的敌人，还是爱你的敌人？圣经是讲倒一个？圣经是讲爱你的敌人啦，爱你的厝边，爱你的敌人，对无？是毋是安尼？爱你的敌人是上爱上，咱爱
敌人对吧？啊，爱你的敌人嘞，上爱上。迄个人爱，敌人爱人对吧？是不是安尼？所以到底是上爱上声调真重要，对吧？吼，声调真重要。嘿呐，差一个声调，意思完全无共款，你有发现无？你有发现无？来，拍我的囡仔，甲拍我的囡仔，上拍上。拍我的囡仔是上拍上。我拍囡仔，拍我的囡仔是我拍我的囡仔，对无？是不是安尼？啊，若拍我的囡仔咧？上拍上，囡仔拍我对无？拍我迄个囡仔啦，拍我迄个囡仔，好，来，有人甲你借10000啦，借我钱啦，后日还你啦。甲一个叫做借我钱，后日还你，你要借多一个？后日，要借多一个？后一个举手，后一个举手，后日是当时？后天，明仔载对吧？啊，那后日是当时？才知道。华语有一条歌，不是在今日，不知在何时，或许会在冬季，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对，迄条歌我你有听过咯？这就是后日啦，后日就是唔知影当时啦，对吧？是不是啊？台语2字就解决啦，后日唔免唱啊长，对吧？所以咯，后日甲后日。你看，是毋是完全无共款？声调差一个字，一个字的声调无共，就完全无共款了，对无？这个衫啦吼，拢总100块啦，啊，这个衫拢总100块啦，你要买倒去趁？隆重，要买拢总的野手，买拢总的野手，到底要买倒一个啦？你莫2个拢去啊？搁一摆哦，这个衫拢总100块啦，啊，这个衫拢总100块啦，你要买倒一个？你要买拢总100块野手？啊！你买拢总100块野手，大家拢真巧哟。若拢总100块，我买5领偌济钱？500对无？拢总100块，我买5领偌济？100对无？差足济你看。所以一个是拢总100块，一个是拢总100块，是毋是差足济？因为差足济，所以台语的声调啊吼，是差一个声调就天差地，意思完全倒变对无？但是用这汉字敢看会出来？看袂出来对无？爱写啥物才看会出来？罗马字啦。所以你看来讲，一定爱学罗马字，明仔载才来甲大家讲要去倒学罗马字啊。明仔载无可能2点钟的课，什物甲大家教会飞天的正地罗马字拢会晓，迄无可能啦。但是明仔载甲大家讲要学罗马字都会学啦，好无？好，是毋是？但是罗马字足重要的，无你用汉字写到底要去啊，无要去。你囡仔，你用这写字条互囡仔吼，结果囡仔毋知你到底要出门啊，要出门啊，是毋是安尼？哦，是吧？啊，到底上拍上，上爱上，法院嘛毋知影讲到底是你拍人个人拍人，但你要告人，是人甲你告对吧？是毋是安尼？毋知影嘛。所以罗马字啊，所以台语的声调啊吼，就是伊的迄个秘密啦吼，就是伊真大的秘密吼。语音过来学了学声调，声调过来爱学啥？学啥？学词啦、语词啦，华语啊吼，你也知影华语啊吼，因为透人足侪语言啦吼，甲英语共款，所以吼伊会较凊彩吼。啊，若台语即种保留较侪古早的词的吼，伊就会较幼long。像我华语啊吼，戴口罩、戴帽子、戴眼镜、戴隐形眼镜、戴耳环，啥物拢甲你一个戴拍死对无？你规身躯的拢戴啦，对无？戴口罩、戴帽子、戴眼镜、戴隐形眼镜、戴耳环，啥物拢甲你戴啦。啊，若台语咧，挂喙安对无？即摆大家拢讲喙安对无？吼，对啦吼。即摆大家阮嘛是拢讲喙安啦，但是有对我细汉时啊吼，阿嬷袂讲喙安，迄喙安是前生咧挂的。牛喙安有无？高喙安有无？牛喙安、高喙安，迄人会讲人怪叫做马术裤。有无 ？mask， 伊用日本话，日本一句外来语啦，伊用一句外来语讲的啦，马术裤啦吼，啊，但当然不管啦吼，喙啊用怪对无？怪对无？啊，无爱用啥？地无啊啦吼，地无啊，迄地无啊是啥？警察啦，对啦，警察啦，哇，地无爱来啊，迄地无爱来啊，叫做摕批啦。摕批嘛地无啊，对无？摕批甲无地无啊。哦，好，再讲笑啦吼，好，地无啊着啊，目镜咧，挂目镜啦，吼，挂目镜啦，吼，来啊，隐形眼镜咧，阮迄目镜要安怎？敢会当挂？放入去啊，倒啦，有无吼？倒目镜，有无吼？倒目镜，有无？是毋是安尼？啥物一个挂目镜，一个倒目镜？
现在不用戴，中文都戴啊，老师不是都是戴眼镜吗？戴隐形眼镜全都戴啊。系啊，迄中文啦，对无吼？所以学中文啦，足轻松的对无？一个同事拍全部，对无？啊，若学台语咧，无共啊。啥物学做挂？啥物时阵要挂？啥物时阵咱先问了，耳环要怎？耳钩要怎？挂耳钩对无？啥物时阵用挂？有一个物件钩咧摕咧安尼啦，有无吼？挂目镜是钩伫倒位？耳仔啦，挂目啊挂喙窿，喙窿是嘛是挂伫耳仔，有钩伫遮。啊挂耳钩咧，挂耳珠仔遮啦，耳珠仔遮啦，吼，耳珠仔遮，对无？是毋是安尼？吼，所以有钩的，才是咱叫挂哦，吼，有无？挂是有钩的。啊若无挂的，滴是啥物动作？面顶落来，面顶落来叫滴，所以滴无啊，对无？啊，阮现目镜是用倒的啊，对无？倒的啊，啊，另外一个动作咧，目镜毋是敢若会当挂目镜咧，迄你挂目镜，人阮拢雕一支仔目镜，有听过无？雕一支仔目镜才出门。雕是啥物意思？啥物时阵会用雕嘛？雕一支仔目镜，雕。对啦，哎呦，语感真好哦，语感真好。雕就是迄支目镜是拍哩拍哩的，有装态啦吼，所以你着雕一支仔目镜，迄就是装态其中一部分啊啦。去专工去雕吼，雕一支仔目镜咧。好，所以吼，你看华语拢无共，台语每一个拢无共款。啊吼，网络有一个真出名的，前一阵啊叫可恶想柔，台语要哪讲啦吼？伊本来是咧讲色情的啦吼，可恶想柔吼，但是吼，有人就回讲啊吼。若要揉啊，你要看你用什么款的蜡头啦，有无？揉眼睛，揉对无？揉面团嘛是揉对无？打完针揉一揉对无？啊，衣服搓揉，啊，爱人的动作就是色情的。来，但是台语的目睭要安怎？垂啦，有无？台语的目睭是用垂，啊面咧，烂对无？烂面对无？垂烂啊，这咧。乱的对无？这是注写注了乱的，啊衫怎？戳的对无？吼，是毋是安尼？所以你看，揉啦，吼，揉的力甲烂的力有共款无？无共款对无？乱的甲戳的有共款无？注写注了若戳的安怎？会流血啦，真疼对无？乱的就好啊，啊目睭呢有烂的啊，目睭会安怎？青眉啦，对无？你看，这完全拢无共款的动作，但是华语拢用揉，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你咧学台语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前提，台语是一个足幼路的语言，足幼路的，伊无共的动作，伊拢分甲足清楚的，爱了解啦吼。所以吼，有一个叫做煮水器有无？水先煮开有无哈？水先煮开，煮面，就把面条丢下去煮，煮完捞起来之后，再换一锅水下去煮。哇，是不是安尼？所以吼，华语的动作有一个，再是一个叫做煮水、煮面跟煮面，面条就煮好了，对吧？是不是安尼？啊，若台语咧，台语啊，什么水？虾啦，吼，对无？虾甲煮有啥无共？请爱滚，煮毋免滚。你煮面咯，无煮滚，来淡薄仔恐怖。来，虾甲煮有啥无共？虾是 only for water 啦，敢若水会当用虾的啦，爱了解咯？虾茶、虾滚水有无吼？是毋是安尼？虾是敢若水尔啦，虾敢若会当用伫水尔叫虾，对无吼？好，啊水虾咯滚了后咧，过来面啊安怎？沙咧啦，吼，啊沙甲煮佫有啥无共？主要加调味料。煮啊吼，煮是爱啥物拢甲掺落对无？啊煮起来就是要食对无？啊若沙咧，沙是放高一项，沙放高一项，你看你要沙面、沙水饺、沙青菜，拢是沙对无？拢是沙对无？吼，是毋是？你著放一项落，啊了以后咧，好起来迄水安怎？水歪啊，沙是水歪啊的哦，对无？吼，啊若煮咧，煮是。规个拢会当啉对无？哦，是毋是安尼？所以无共款哦吼。所以你看，所以吼，虾啦、沙啦、煮啦，你看台语分三个动作，无共款对无？啊，华语拢共款对无？所以有一条歌啦吼，甲你讲啊吼，
沙面煮面有无？哦，沙面煮面，你若听到这条歌，你就知讲，哦，对，台语真有路，华语比袂着，对袂着，对无？沙面煮面，哇，沙面甲煮面无共款对无？啊，另外一个吼，你若倒去台湾吼，要烫青菜，即摆毋少时间烫青菜对无？我听人讲吼，头家我要烫青菜。我烫青菜，青菜要攞烫，敢若有烫衫烫裤，哪有咧烫青菜？还叫絲，对无？迄个动作是毋是台语叫絲对无？吼，对无？切来菜伤刮，就爱絲咧对无？哦，无啦，什么烫青菜，沙青菜啦，好无？你青菜甲我沙一份啦，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哦，所以莫去烫青菜，好无？莫去烫啦，莫共烫，伊无衫无裤，好无？吼，好烫。所以吼，台语的语序啊吼。华语定定拢无分啦，啊台语是足幼路的，台语足幼路，拢无共款哦。过来，配出来甲吐出来，吐出来啊，对无？吐出来啊，配出来甲吐出来差足济咧，一个是对喙出来，一个对胃出来，对无？吼，啊一个啊吼是自愿的，配对无？自愿，一个是无法度的，故不离种的，对无？是毋是安尼？啊，哪会用共一个动作？啊，华语中文真奇妙，对无？上面拢会当用共一个，对无？中文足奇妙的，哦，啊，人台语就无共啊。所以有一摆，阮小弟讲讲，阮查某囝细汉时候，哥，恁查某囝吐啊啦，吐啊，囡仔吐足艰苦的，毋是，咱足麻烦的啦。伊会吐甲规领衫，啊黏 T， 甲臭裤裤有无？啊涂骹嘛是，你着爱先甲伊紧抹迄个镜啊，先甲衫脱掉，啊洗，啊衫是做满满的，啊出来搁拭涂骹，足麻烦的对无？哦，囡仔感冒就是安尼，无带过囡仔毋知，无带过囡仔拢知影。啊，但是我一看，配出来啦！啊，阮小弟就甲讲，啊不都是吐出来吗？我对啦，恁中文的人拢吐出来啊，我无分啦。但是阮台语是无共款的啦，吼，配出来有简单无？卫生纸抽起来，抹咧，糞扫桶澹咧，结束，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配出来甲吐出来，你若有处理过，你就知影差足济，对无？但是华语拢共款。啊，若来，过来哦，拔菜，以前电动有一阵仔流行头挽菜有无？对无？是毋是安尼？拔菜无？土拔有一个电动啦吼，拔萝卜、拔河、拔剑、拔芽。你看台语迄个华语的拔足好用的对无？来，我问你啊，菜要安怎？挽菜对无？有一句俗语元宵的是叫做头挽菜，安怎？嫁好翁，头挽菜嫁好翁。所以元宵的时候吼，见长爱上痛苦，是安怎？因为迄还未结婚的少女啊吼，拢会去挽葱啊，拢去头挽葱喎，因为安怎头挽葱嫁好翁，有无吼？是毋是安尼？迄台湾的民俗啊，所以头挽葱啦吼，啊所以挽啦，这是挽，啊菜头要安怎？烤菜头啦，真好啦，烤啊除草要安怎？收草是安尼着，啊若回横一个。无啦，挽草会更烦啦。烤草啦，烤就是连根起来啦，连根拔起叫做烤啦，安尼听有无？吼，所以伊啊毋知有够无？伊啊若无够，才会当过一只，因为我有伊啊好。来只，所以呢吼，所以你看，拔菜台语叫做挽菜，拔萝卜的叫做烤菜头，对无？叫烤对无？吼。啊，拔河，台语叫做拔河，牛大扫啦，牛有无？哦，牛有无？吼，这叫牛啦，牛大扫有无？吼，所以你看哦，挽、烤、牛，啊，拔剑、拔刀，台语要安怎讲？什么抽出来袂当用啦，抽出来是安尼喎，安尼抽出来，你安尼出来就要共占啊，有无？宫本武藏甲佐木小次郎，有无？安尼就要，安这动作叫啥？背啦，背剑啦，有无？背剑，背出来有无？拔剑叫背，所以你看吼，无共迄动作啦吼，挽菜、烤菜头。牛大扫，大家做完做伙念好啊吼，来挽菜、烤菜头、牛大扫、背剑，有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动作每个人动作无共？你挽头挽葱嫁好翁是安怎挽？安尼对无？是毋是安尼？啊烤菜头就安尼对无？换乌对无？啊牛大扫是安尼牛对无？
啊背夹是安尼背的无？结果中文拢白。你发现足奇怪无？无共的4种动作差遮济嘛，会当拢用共一个动作，所以你会感觉你若遮你看了后，你会感觉台语实在是分甲真清楚，对无？啊中文咧，清清彩彩，对无？所以中国的火车拢安怎误点，用点钟咧算的，对无？啊咱台湾的火车拢安怎？满分，分咧算，满几分对吧？啊，伊误点是误几个钟头对吧？是不是？无啦，这讲笑，这讲笑啊，这是语言的特性啦，这是摕来讲笑。啊，所以把牙是要用头前4种做种，满喙齿啦，对吧？哦，然后口的实在是伤恐怖伊啊，对吧？啊，背伤大啦，对吧？背了足恐怖的，对吧？所以是满啦，满喙齿啦，对吧？满喙齿，对吧？是毋是拢无共款？所以掀起了你对于解讨来是掀对无？但是掀伫台语有2种，一种叫做掀起来，一种叫做翘起来，对无？掀起来甲翘起来做无共？掀起来甲翘起来做无共？掀是别人甲掀啦，啊翘是家己翘起来，对无？是毋是安尼？翘起来是家己翘起来啊，啊掀是别人甲掀啊，所以掀起了你对解讨来是掀起来翘起来，掀起来啦，什么时阵用翘起来？你若去看什么鬼新娘，哇，迄恐怖片对无？迄扛个家己在迄走起来哦，哇，迄个所以摇起来就恐怖啊，对无？就恐怖啊，对无？是不是安尼？来，中文都是掀起来，你理解哇吼？是不是安尼？所以台语的动词啦，实在是足精密嘞，对无？足精密的啦吼。所以你咧学的时候，学台语的时候，你若你感受迄个台语的水伫倒位？台语的水是水甲足精密的啦。上港腰有啥无共？出这个野羊，出那个野羊是上还是鸟？是上还是鸟？感觉是上的野手，感觉是鸟的野手。啊，上港鸟有啥无共？鸟佫有倒位鸟？除了鸟猪，哦哇，咧算个鸟猪以外，佫有啥物是鸟？感冒的是安怎？挠头喵喵哇，挠头喵喵对无？啊，上是啥物时阵会上？蚊仔叮的时阵上对无？啊，再来咧，过敏起荨毛嘛上对无？吼，是毋是安尼？所以咧吼有啥物差别？猫是对外口猫入去啦，吼，挠头喵喵是挠皮有无？挠的皮表皮喵喵，吼有无？猫，吼，啊，就甲你猫滴就是表皮啊，对无？啊，若上咧是内底上出来。啊，你知啦吼，内底外口猫入去内底上出来，所以吃这个野养，吃那个野养是伫内底出来，是伫外口入去内底出来，所以是用上还是鸟？上啦，有无？爱了解啦吼。啊，所以吼，阮定来从医学大学的实验过，拢讲啊吼，你来用华语问诊啦吼，伊讲我烫伤医生，而且我是国外问啥？什么烫伤？被什么烫伤对无？哦，啊那台语啊吼，问拢毋免问后壁，是安怎？因为台语有3种烫伤。一种叫做下着，一种叫做烧着，一种叫做烫着，对无？有啥物无共？下着是啥物物件？水气有无？水蒸气有无？水气有无？还是空气啥物？下着有无？吼，下着，迄叫下着啦。啊，若烧着咧，直接捂着火叫烧着，对无？叫火烧着，对无？吼，啊，其他的固体液体拢叫烫着，对无？一个是空气。叫下着，一个是直接接触着火叫烧着，啊，其他的固体液体拢叫做烫着。所以你若讲啊，医生我下着，就毋免去问我啥物下着啊，对无？烧金的时去互迄下着有无吼？所以八仙城堡是下着还是烧着是烫着？烧着。看你徛啥物位对无？是毋是安尼？你若复杂的边啊，迄就是烧着有无？直接火对无？啊，若较远一撮仔烫着啦，下着上远啦，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吼，看你伫啥物位，所以你看台语足精密的对无？啊，若华语就烫伤，对无？是毋是安尼？就烫伤，所以拢无啥物，所以台语的秘密啦，咱今来讲啊，语音、声调、语速。有无？是毋是安尼？你来去好好感受这啦，吼！啊，另外吼，台语的意思嘛，足有路的有近意思啦。外交部长若来美国啦，咱来请伊食饭、用餐、孝歌，倒一个？啊，倒一个？哦，部长啊，请孝歌，会使无？袂使啦，有啥无共讲食物件，请伊食对无？
早的拢请伊食，对无？结果一个毋是食，你甲我讲，早的拢是食，有啥物无共？倒一个是一般啦，一般咱朋友来安怎？食饭啦，食饭啦，吼，食饭啦。啊，若较悬的人，外交部长来请安怎？用餐啦，吼。啊，若啥物时阵会孝顾，叫摕孝顾。囡仔足落的对无？你直直摇巴叉，甲我食饱了，不对哦，不对哦。好啦好啦，摕孝顾啦，是毋是安尼？也是讲啊吼，另外一种情形啦，无一定是遮粗，伊无一定伊吼，有当时是朋友足可惜的哇，足可惜的是你会讲较粗的，挑工的啦，表示你甲伊足亲的话，摕去孝啦，好无？是毋是安尼吼？朋友若足客气的是，表示啥？表示佮你感情无好，对无？挑工要清楚。王先生，请问一下，若无讲安尼是啥物？王阿某讲啊，足有礼貌的是安怎？啥物时阵？冤家的时阵，对无？阿某，迄某来甲阿公啊吼，王先生，请问一下，我的皮包放在哪儿呢？哇，是毋是安尼？王先生，请问，讲较足礼貌的对无？迄是啥？迄就是挑工咧安尼有无？是毋是安尼？所以讲啊吼。可惜的是，我表现讲我甲你足麻吉的，有无？吼，足麻吉的，你就话摕去孝顾啦，有无？表示足亲的，有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所以你看，台语一个语词，一个动作有，一般的、悬的、低，有无？三种用法对无？啊，电话嘛是共款啊，电话下当你邀请人连工过来甲咱怎？啊，连你讲到有够好，连工过来甲咱讲一场啦，吼，啊，连工过来甲阮讲啦，吼，啊吼，连工才来提一个啦。提一个，提上哦，提啊久，是提啥对无？你讲的人拢毋知影，阮听的人会艰苦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吼，所以什么时阵用提，什么时阵用讲，什么时阵用来悬的是倒一个？讲啦，吼，演讲有无？吼，请你连讲过来甲咱讲一场啊，有无？吼，拢用讲的有无？吼，啊若讲咧。就是朋友安尼吼，我甲你讲哦吼，有无吼？他拄仔你毋就讲着一个恁爸是我对无？是毋是安尼？恁爸伊无爱教啥物物件上厉害，甲你讲，恁爸甲你讲啦，有无？伊甲你讲哦，迄就是用讲有无？甲你讲有无？啊，若你骂人的时就踢啦，大字甲兴踢，有听过无？大字甲兴踢，啥物意思？袂晓讲话无啥会晓讲，佮偏爱讲的啦，好无？是毋是安尼？吼，所以提啦，吼提上有无？吼提啦，就是，所以你看，这个物件吼，明明意思共款，但是啊吼，伊就有悬中低分别，对无？用的是用台语的是，你若学到遮，就已经搁进一步啊，对无？头拄仔讲语音、声调、语词，啊，若学到会晓修辞，就搁无共啊。我问你啦，小学生写作文啊吼，伊会写讲啊吼，早起啊吼，我逐工早起骑空明车来学校，会无？空明车是啥？空明车、自轮车、自转车、铁马、脚踏车，这五个拢是共一台哦，吼，共一台哦。但是你若看到小学生的作文啊吼，写讲啊吼，我逐工早起骑空明车来学校，迄一定是啥写？老人写的啦，伊囡仔绝对袂讲我骑什么空明车、自转车、自轮车，无可能对无？囡仔会讲啥物？脚踏车，囡仔绝对拢讲我骑脚踏车对无？是毋是？啊，若阮即个呢，阮即个岁40几岁、50岁会讲啥？铁马啦，对无？阮自细汉拢讲铁马啊，阮阿公拢讲迄个什么空明车、自转车啊，有无吼？是毋是安尼？啊，即摆囡仔少年囡仔拢讲啥？脚踏车。所以你看，一个语词啊吼，无共的用法啊吼。感觉就无啥相像，对无？是毋是安尼？啊，像头拄咱讲的吼，马术裤甲喙阿母啊，吼，讲起来就无，你若学到即个程度啊吼，就搁较有路啊，吼，请伫路面啊去回着、客着、弄着、找着、撞着，有共款无？无共款着，倒一个上轻？回着上轻对无？回着上轻对无？因为回着表示啥物物件？迄擦咱擦尔啦，回着就是迄擦安尼回过尔啦，对无？倒一个上重，弄着啦，冲出去哇！咱头仔讲有往的啦，若有迄个意思内底有往的，拢特别拢上大力啦，撞落、冲落、攻落、撞落、弄落，哇，有往的啦，吼！啊，单雷公就是轰哇，有往的拢是上大力的哇，是毋是安尼？吼，好来。所以吼，这个是台语啦，吼，你咧学台语啊吼，
台语啊吼，就是爱安尼教啦吼。你就是讲，你家己爱去了解台语到底形成伫倒位，伊的特色伫倒位，安尼去教囡仔的时，囡仔就会想要学啦吼，是毋是安尼？囡仔就想要学吼。你爱，咱即个倒来到咱一开始讲的，你会互囡仔咧学台语的时，感觉台语是啥物款的语言？伊是一个压力足大的、足无聊的，哦，你声调就爱背变调，5、7、3、2、1、7、4、管8加，有人知影我咧念啥无？知啊，毋知？第5调会变第7调，第7调变第3调，第3调变第2调，第2调变第1调，第4调变管，第8调变加，就会对无？头对无？头就是第5调啦，但是你若变头毛，是毋是？头毛有无？是毋是无共款对无？是安怎？因为伊变调啊，第5调就变第7调啊。你若安尼咧教囡仔，啥物人要学啊？是毋是？你家己拢感觉足无聊的对无？但是你若互大家感受一下，像拄仔安尼，你甲感受一下啊吼，到底是歹势无甲你招，还是歹势无甲你招，对无？哦，是毋是安尼？到底你甲招啊，无爱甲你招？到底是爱你的敌人，还是爱你的敌人，对无？到底送爱送？你互伊去感受一下，到底火车是倒一个？是毋是？大家拢感觉足熟悉的对无？哦，迄当阵学的兴趣就会真悬啦吼，真悬啦吼。所以啊吼，咱去讲一个啦，头拄仔无讲着济啦吼。来，我问恁啦吼，头拄仔迄个分贝音无解碎着，吼，无解碎着安尼。哦，来，我问恁啦吼，其实台语有两种，一个叫文音，一个叫白话音啦吼，文言音、白话音啦吼。来。我问你啊，这屏东台东啦，有一个所在叫阿里山，阿里山的物件？阿里山的台语要安怎讲？阿里山。来讲阿里山甲阿里山两种啦吼。阿里山的举手，阿里山的举手。好来，到底是较侪人去举阿里山对无？到底是阿里山还是阿里山咧？我跟你讲，有一从 Rocky Mountains 开始讲起啦吼。我画册啊吼，我画册是才去 Rocky Mountains 去迄个，足好耍的安尼。好来，敢有一支山叫做 Rocky Mountain？ 无，世间无一支山叫 Rocky Mountain， 伊是山脉，伊是遮合起来叫做 Rocky Mountains， 所以一定爱加 S 哇，伊是即摆，伊无一支山，所以倒一支山叫阿里山，无，全台湾无一支山叫阿里山呢。你拢讲我去阿里山看日出，毋是干那迄支山呢，伊是规片即阵拢叫做阿里山脉。阿里山脉，阿里山是一个山脉，毋是一支山，所以叫阿里山，有啊吼，阿里山对无？但是啊吼。像即种文音白音，就是上简单，就是我若有警察查我，要甲开单，我就会甲伊讲，大人啊，咱平平拢大人啊嘛，你知影嘛？来，大人有无？大人有无？是毋是安尼？倒一个是文音，大人，大人啊，咱若讲大人是咧讲啥？警察啦吼，日本时代大人就是警察啦，日本时代拢叫警察大人有无？大人有无？因为权足大个。哦，大人是啥物意思？大人是对啦，成年人啦，吼，爱买船票迄个叫大人啦，对无？大人啦，咱拢大人啊，你知影嘛吼？意思是啥？咱拢会犯大人会犯的错误，开伤紧啦，赶时间啦，吼，对无？大人大人，对无？是毋是安尼？啥物时阵要用文音，啥物时阵要用白话音？像这地名，像这就足复杂的，对无？吼，你分袂出来，对无？人名嘛是共款哦，人名黄西田是黄西啥？田也是田，黄西田对无？若田妈妈咧，田咧，田先生咧，是田还是田？田先生，田先姓啊吼，姓爱用白话音，名爱用文言音，哦，但是这是规则啦。咱另外一个规则更较重要，叫做名就主人。名从主人，名就是，你若讲吼，像阿扁啊，吼阿扁啊，伊个照台语个规则爱读，但随便，但是你讲但随便无人听有对无？伊家己都毋知影咧叫伊个对无？伊讲阮爸自底就叫我阿扁啊对无？所以吼，伊就叫伊但随便有啊吼，是毋是安尼？用文音，有一个台语甲伊教授啊吼，叫李勤安，若照迄个台语个规则爱用文音甲读做李勤安啦，吼安边吼勤安。但是伊讲啊吼，无，台语要死啊！
我要轻轻啊甲欢起来，所以吼，我要用叫做你轻欢的啦，吼，轻轻啊欢，哇，是不是安尼？所以名从主人啦，这是文音啦。好，来，这个阶段的最后，哦，这个阶段的最后，哦，要讲啥物啊？哦，要讲啥物啊？品牌形象啦，品牌形象，佮甲大家提醒一下，若准台语是一个品牌，伊的品牌形象是啥物？就是台语人伫外口，互感觉你是啥款？是古老熟过的。台语敢若当讲1000年前的物件，我伫台湾拢甲老师提醒，迄老师啊吼上课时有个人啊，较教吼就是啥物件，讲啊吼啊菜图啦，吼啊后遐补遐啦，我就问迄老师讲啊吼，有一间我风时看，我问，恁兜有菜图无？有菜图的，有即摆有咧用菜图的举手好无？无，是菜碗图啦，菜图是碗图啦，菜图是啥物件？即摆拢用啥物件？冰箱啦，对无？菜图就是以前啊吼，无冰箱的时，迄件菜害去有无吼？甲收起来，迄所来叫菜图。即摆要倒找菜图，恁兜有咧用后遐还是补遐的无？无啦，拢用啥物件？后遐就是古早有一种动物叫后后鱼咯，甲伊个壳乌空有无吼？用迄个养水有无？啊补遐就是甲补啊切一半有无？啊乌空拍互焦有无？啊来是养水对无？恁兜敢有找着即种物件？找袂着啦，拢嘛是用啥？水卡啦，对无？水卡啦较水啊，所以我讲啊吼，恁莫讲着台语，就要古老熟过的物件。台语人爱展现出啥物款的台语的面貌，爱互感觉，讲台语足厉害的哦，讲台语足特别的哦，讲台语足安怎的哦，对无？啊，咱咧教囡仔是嘛是共款，爱互囡仔感觉教台语安怎足趣味的啦，哦，所以你想要你的囡仔，也是细细大汉以后，用啥物款的心情？来回想细汉甲你讲台语的情形，是真温暖、真深刻，还是压力真大、真痛苦、真恐怖，对无？好，这就是咱即节课要互大家上课。好，最后用一条歌做结束。这对少年人来讲嘛，应该是有意义；对老人来讲嘛，因为这是一条日本歌啦。我互大家哪听 melody， 免哪听 melody 啦。伊个歌词是安尼啦，伊讲啊吼，算啦，先等下我甲 copy 一下。来，咱先来看一下歌词。这歌词是我家己翻的啦。伊叫做袂记你安怎唱歌的金丝雀啦，吼，日本歌。袂记你吼，这是华语啦，吼，华语就是忘记怎么歌唱的金丝雀，吼，袂记你安怎唱歌的金丝雀，要甲放去后山咯？无，毋是安尼啦。袂记你安怎唱歌的金丝雀，要甲带去厝后的迄个树丛骹咯？无，毋是安尼啦。袂记你安怎唱歌的金丝雀，爱用迄个茶几啊。大来甲烧哦！无，安尼伤可怜啦。袂记你安怎唱歌的金丝雀啊？咱若甲放伫唱艺做的舞道顶面啊，舞道有金色的船桨飘动伫月夜的海里，伊就会飞入去啊，袂记你的歌声。知影我意思无？即比如讲袂晓讲台语的少年囡仔啦，是咱家己袂晓讲台语，要安怎？要甲处罚，要甲骂，要甲白，要甲吓 ？No， 咱只要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伊自然就会回想起台语的水，台语的，对无？咱来听一条歌，日本歌啦，吼。
好，吼，咱先听到遮啦，伊个 melody 是一直重复啦，吼，啊，就是讲吼，即条歌啦嘛，大家互相勉励啦，吼，咱家己到底是袂记哩安怎唱歌的金丝雀，咱家己是迄只金丝雀，啊是咱是想要互袂记哩唱歌的金丝雀，佮想起伊袂记起的歌声的迄个人，吼，拢会当思考看嘛，啊，咱要用什么方法呢？好，咱即个2点，咱伫12:40开始上课嘛，我这2点外钟嘛。休困15分钟，米粉炒对吧？吼，台语的动词是炒米粉哦，名词是米粉炒哦，就是你的炒放伫头前，你老意思无共哦，毋是敢若一个例哦，到润饼到好就变做润饼到无？到润饼是动词哦，润饼到是名词吼，煎蚵仔那个蒸蚵仔原料变成蚵仔煎哇吼，是毋是安尼吼？啊，迄个啥，什么煎韩鸡，煎料变成韩鸡鸡。哇，是不是安尼？哈是，所以台语的文法是很清楚的哦，真清楚啦吼。啊，客甲钱就无共款啦，真客是形容词，啊钱是动词，对吧吼？就是台语的语法啦吼，无共款的词性啊，伊袂用共一个物件，你了解？除非是近代叫华语影响起来啦，迄个莫讲啊，因为华语拢无分对吧？吼，好啊，所以你学台语学好啊吼，学好，你的迄个语感。语感会足好诶，啊语法嘛会足好诶，你去学其他语言嘛拢足好诶。我迄阵伫报纸发表过一篇文章，足早期。我讲吼，学台语嘛会当帮助中文诶学习，是安怎呢？我头拄阮下课咧讨论啊，讲吼 ，purple， 你敢知影啥叫 purple 叫做 purple， 啥叫伊诶顺序是安尼？伊啥毋是 p 鸡，对无？啥毋是安尼？你毋知影嘛？对无？因为中文袂甲你讲迄嘛，啊，种 purple 啊。但是你若学台语的罗马字了啊吼，你会发现讲啊吼，你看吼 ，m 拢是喙唇对吧？双唇对吧 ？f 是唇齿哇吼，喙唇甲喙齿对吧 ？t、n、l 是毋是字节哇？是毋是喙齿安尼哇？吼对吧？吼啊 ，k、k、h 是毋是拢后壁对吧？伊发音部由外口到内底，一做伙拢放做伙，有无？啊，先 b 叫 哇，先不送气再送气，对不？因为一定要规则咯，但是中文袂甲你讲，啊台语会甲你讲，因为台语的罗马字，就是照这排，好，明仔载才教大家罗马字啦，吼，意思叫做，所以我讲吼，你若学台语，其实对你的语感真有帮助，对你的语法嘛真有帮助，吼，啊，所以对你学其他的语言嘛拢真有帮助啦，迄是头拄迄个课讲的，吼，互大家看到台语水伫倒位，对吧？吼，今仔日的第3个单元，咱要甲讲。台语啦，吼，诶，文化意义。啊，伫海外，哦，我学台语，即摆少年人定上常听到就是讲，是安怎我会晓讲台语，才是爱台湾。我讲华语嘛是台湾人啊，哦，你袂当骂我讲袂晓讲台语，你就讲我外省囡仔，对吧？有嘛？对吧？哦，不要，哦，讲阮拢台湾人，咱生一个外省囡仔，有。少年囡仔就会袂爽啊，讲我华语嘛是，我说中文也是台湾人啊，为什么只有说台语才是台湾人？哇，好，是不是？来，但是，咱今日要来讲一个。文化意义，吼，文化意义。但是咧讲文化意义之前，我先问恁一句话啦，吼，我问恁啦，美国狗仔安怎吠？我，嘿，wolf 对吧？美国狗仔就是安尼，wolf 对吧？吼，迄是较大只的，wolf 军用狗迄种的，好无？啊，若少年狗咧，细只狗仔咧，bark 有无？是毋是安尼？bark 对吧？啊，中国狗安怎吠？汪啦，对啦，中国狗就汪对吧？吼，啊，台湾狗安怎吠？浩啦，对吧？浩啦，你看，一只狗仔伫美国的时阵爱学美国吠对吧？bark 对吧？啊，走去中国的时阵爱学中国吠汪对吧？啊，倒来台湾这咱用台湾吠浩对吧？是毋是安尼？吼，啊，美国猪安怎叫？哇吼 ，OIK 嘛，美国猪就是 OIK 对吧吼？是毋是安尼？啊，中国猪安怎叫？中国猪较复杂，莫管。台湾猪安怎叫？台湾猪安怎叫啦？咕啦，对吧？困甲咕叫，你听过无？困甲若猪咧咕叫啦，有无？所以你看。一只猪仔来到美国就爱学迄个啥美国吠甲人沟通啊，即人都听伊咧吠啥，啊若伫台湾哦来咕安尼，干安尼，
来，所以美国人啊吼，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啦，囡仔毋知影动物安怎叫，为着要解决帮助移民的猪啊、移民的狗啊、移民的鸡啊吼，晓吼美国肥是啥款啊吼，伊专工写一条歌，你知影？叫做啥物物件？叫做这条歌啦，叫做这条歌啦，这条歌啦，吼，哇，是不是安尼吼？咱来听看卖啦，吼。猪安怎叫？Here an oink, there an oink, everywhere an oink oink.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And on that farm he had a dog. E-I-E-I-O. With a quack quack here and a quack quack there and an oink oink here and an oink oink there. 所以台湾安怎叫？呱呱，差不多对吧？差不多对吧？这是上我的动物。所以无怪加拿大人嘛来食无。美国马安怎叫？台湾马安怎叫？美国马奶奶，台湾马安怎叫？台湾马袂晓叫。对吧？最后有一个版本啊，我毋知影这个版本是 turkey 还是 rooster 啦有两个版本，一个最后是 turkey， 一个是 rooster， 一个 rooster rooster 鸡角啊，鸡公啦，对吧鸡公对吧我问恁啦鸡公啊安怎叫？早起透早。迄是台湾鸡对吧？台湾鸡就爱咕咕咕对吧？咕咕咕对吧？美国鸡要安怎叫？卡卡杜拉杜对吧？是不是安尼？卡卡杜拉杜，奇怪，迄敢毋是共一只鸡啊？对吧？是不是安尼？因为台湾是爱咕咕咕，因为台语有声调对吧？所以一定爱变调对吧？咕咕咕先加才悬才对无？甲台语的三个关键声调拢甲发出来，咕咕咕英语无声调，所以伊袂当安尼咕咕咕，一定爱来卡卡杜拉杜啊，是不是安尼？所以你看。奇怪咧奇怪，就共一只鸡啊，伊来美国还阁学美国肥了，这美国叫就歹叫的，对吧？是不是安尼？干嘛呢？干嘛呢？唔免啦，对吧？全世界的鸡仔叫声拢共款，对吧？是不是安尼？只是人听到的声无共款，对吧？是安怎你听到的声会无共款？讲无共语言的人，因为伊语言内底本地有遐个音，无遮个音。所以伊听到，伊敢若听会到，伊发会出来的声音，了解啦伊敢若听会到，伊发会出来的声音，伊听袂到，伊发袂出来的声音。所以美国人听到共迄只鸡咧叫，甲台湾人听到共迄只鸡咧叫，听到的声音是无共款的声音，恁知影？所以才会用安尼讲啦，才会用安尼讲啦。所以咧所以你看无共的语言会影响你听到的声音，无共的语言嘛会影响你思考的模式，你知影？所以会晓加一种语言，你的世界你看世界的角度、方法，就加足开的。你听会到的声音，就加足快。来了解啦来了解。好，这是咱的一开始一开始先甲大家小测验咱一开始出来拢有一个小测验嘛。今仔的测验就是安怎叫嘛，对吧羊安怎叫？台湾人羊安怎叫？咩咩对吧？美国羊安怎叫？马。美国羊是马，对吧？比迄个马，台湾羊是咩咩，那差足济。咱台湾的羊咧叫，甲美国的马较叫较像，对吧？美国的马是奶奶咱台湾的羊仔是咩咩因为咱的羊仔甲因的马仔较晚，真正，咱的羊仔甲因的羊仔差较济。不管啦，所以呢找找台语的灵魂啦。
哦，台语的灵魂伫倒位？灵魂啦，吼，灵魂在哪里？吼，因为北斋，我伫飞龙机顶的是看一部电影，伊咧讲浮世绘，啊，伊咧讲迄个浮世绘，你知影？就日本的迄个图嘛，吼，日本传统的图，伊讲一句话啦，吼，伊讲因为独一无二啦，所以才会水啊。迄浮世绘就是独一无二，有无？足特别的，所以才有水。因为甲别人拢无共，所以才水啦。甲别人拢无共，所以才水，所以才有特色，对无吼？啊，台语的独一无二伫倒位？台语的独一无二到底伫倒位？台语的背后，敢有啥物是英语、华语无法度表现的物件？安尼，迄就是台语的水的所在，嘛就是咱一定爱学台语的原因，对无？是毋是安尼？来，各位拢来美国一段日子啊！你认为若讲到美国音乐，应该是啥物物件？啥物款的音乐会当代表美国音乐？ Country. 啊 Country. 较大声嘞 Country.，country， 乡村音乐，过来咧，搁有啥物会当代表美国音乐？ Jazz. jazz 对无吼 jazz 哦 jazz 啦吼 jazz jazz 对无？你会想到古典音乐无？袂是安怎？你感觉是欧洲的对无？欧洲的对无？所以若讲到美国音乐，大家其实想到的是近代音乐，对无？像迄 jazz 对无？迄 jazz 就是啥物件产生的 ？jazz 就是乌人。美国的黑人，伊迄万棉仔花啊，无？南北战争以前，伊迄万棉仔花，啊万棉仔花是做工课足无聊的啊，来唱歌对无？哦，唱歌，啊所以迄唱歌就变成啥咧？变成迄个，然后背后最后变成 jazz 对无？所以迄就是美国即个土地发出来的歌，对无？是毋是安尼？哦，啊你嘛想讲做工课是唱歌，敢若美国人的呢？台湾嘛有咧，你有听过算鱼仔的歌无？迄是沙巴鱼，沙巴虱目鱼苗有无吼？迄个鱼苗吼，也是讲掠迄个毛有迄个毛仔无？迄毛仔足济尾啊吼！迄你掠咧算会算到飞起来，要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算到飞，所以有一个歌啦，歌管吼，算毛仔的歌。啊，错茶嘛有错茶的歌，台湾嘛有啦，吼，即做工的拢安尼啦，吼，做工的拢安尼。吼，啊，但是美国的黑人啊吼，就做成亚洲对无？啊，若讲到美国的现代艺术，请问美国现代艺术？是啥物？毋是现代艺术啊，会当代表美国的艺术是啥物款的艺术？咱讲到美国的艺术啦，可能是啥物 ？Andy Warhol。麦当劳。艺术啦，什么 Andy Warhol 吼，遐个 pop art， 有无吼？遐个现代主义的艺术啊，什么 American Great Nude， 吼，美国伟大裸体，有无？遐个现代艺术 pop art， 遐个物件啦。遐个物件就会当代表美国，因为安怎？伊甲欧洲完全无共款，对无？你若讲讲写实主义啦，什么印象派啦，迄拢袂当代表美国嘛。所以，啥物叫做美国文化？就是美国甲别人无共款的物件，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啊若安尼，刚才讲台语，啊若台语咧，吼，台语咧，吼，就是美国的古典音乐嘛是模仿欧洲啊，吼，做了一寡改变，敢讲就是美国音乐。对无？袂使嘛，所以伊伫遮入了后，才会当代表美国精神嘛。美国艺术嘛是共款嘛，对 pop art 开始嘛吼，甲欧洲无共款嘛，有发展行出美国家己的路嘛。哦，啊，所以遮个艺术音乐除了独一无二，另外一个是啥物物件？另外一个是伊是毋是对即块土地生出来啊？安了解咯？要搞笑搞怪真简单，对无？大家都可以搞怪啊，大家都在搞怪啊。但是问题是啥？你即个搞怪，即个特别是毋是伫你即个土地发出来的物件啦？所以咱头拄毋是讲，哦，jazz是对迄个黑人遐，对无？黑人的迄个工作歌、万年歌，甲什么灵魂乐什么出来，对无？是毋是？所以迄是美国即个土地出来。哦，啊 pop art 吼，有可能是迄个什么战后吼美国环境吼，所以发展出遮个物件，像 Andy Warhol 啊吼。你敢知？伊上出名的，咱若讲到安迪沃霍，恁想到倒一个艺术？紧来，恁想到倒一个艺术？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真好，真好，吼。还有那个椅子。来，小品来，即个嘛，吼，你想到的是啥？玛丽莲梦露对无？吼，啊，搁来搁有啥？它椅子，红色那个椅子。红色椅子，其实一个是啥物件 ？Campbell soup。对无？伊有一张图啊吼，伊有一张图是规片拢是这，你知影？规片拢是啦，啊，佮有 Coca-Cola，规面拢是啦。是安怎？
因迄当阵啊吼，艺术的概念就是讲啊，啊嘛你连我嘛规排拢是对吧吼，啊，佫有毛泽东诶、毛泽东诶，吼，哇，规排拢是迄种诶。啊，人哋我这囡仔拢会晓啊，但是你毋知影迄背景是啥？背景是啥？第一，影印机开始普及，影印机你知影开始普及，所以迄种社会背景造成讲啊，伊会当一直影印，一直影印，一直影印，有无吼？迄是表现出迄个时代一个物件。第二咧吼，这就是讲艺术开始进入一般人的生活，因为安怎大家开始好业啊。以前是干那贵族甲奴隶啊，贵族跟奴隶有无？迄好业散差足济，所以艺术干那伫好业的阶层内底有。但是到迄个时阵，20世纪的中期以后，20世纪中叶啦吼，规个国家开始大家好业，中产阶级开始起来有无？中产阶级兴起，中产阶级起来以后，大家就开始注重生活品质啦。所以艺术，所以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看会到的物件，就变成 pop art， 吼，普艺术啦，吼，也是讲就是迄普艺术的题材。所以你看，伊是伫伊即个时间、即个情景内底画出来。啊，我毋知影在座有爱啉酒的无啦吼。若讲到迄个啥工人的酒啦，台湾有啥物工人的酒，恁知无？保利达，迄叫啥？迄台语叫啥？玻璃无，玻璃达米是一种的，迄毋是酒，调较底的哦。工人有用玻璃达米调出来叫啥物酒？叫做无海头是米酒头，什么物件是用迄个啥？什么物件是用迄个用玻璃达米调出来？迄叫做乌油透汽油，恁知啊？乌油透汽油啦，乌油透汽油做，因为恁无迄，毋是迄个底站啦吼。迄个啥乌油透汽油就是玻璃达米掺海头啊啦。哦，啊一个是乌油的色，一个叫汽油的色，乌油透汽油咯。啊拉咧安尼吼，啉啦吼。啊若西方这边啊吼，工人对工人出来孵出来研发出来的较底是啥？你知影？我昨啊吼坐船去看迄个海岸鲸鱼啊吼，啊伫船顶就有看到因咧钓，啊迄个人就问伊讲啊吼，来，啥物物件咱先讲，迄叫做罗赖吧，罗赖吧，知影咯？罗赖吧安怎钓？目加掺迄个柳丁汁有无？目加掺柳丁汁安尼尔，吼，啊啥人叫罗赖吧？因为迄当阵啊吼，做工人袂当啉酒。啊，做工人袂当，佮想要偷啉对吧？吼，啊，炸目咖喱，但是炸目咖喱袂当啉啊！你一听人就知影这白酒，这看起来就足生气嘛。啊，伊怎叫打柳丁汁啊？吼，这柳丁汁一定袂当用现蒸的，一定爱是罐头的，因为伊做工的人嘛就知，拍开啊，甲倒入去内底，啊用罗赖吧吼，拉咧啦，吼拉咧，安尼啉啦，所以迄个酒叫做罗赖吧，你知影？哦，迄就是外国工人的酒。啊，既然是工人咧啉的，既然是偷要啉的，安尼比例安怎？无重要对吧？凊彩加对吧？吼，啊还有啥？啊到底啊，而且袂当用现蒸的，我一定爱用较俗的迄种罐头的迄柳丁汁，才有气味对吧？气味才会对啦。我伫船顶真正就看到，有一个人咧点迄个啥，伊来讲我要罗赖吧，迄个伫看，因为迄海洋爱坐足久的船嘛，罗赖吧，伊就问伊讲吼，来，你目加甲柳丁的比例是偌济？啊，迄查某囝讲，我嘛毋知影比例偌济，无你停我话停就停。我真正伫遐听目甲，听咧讲 ，OK stop， 哦，伊就停，啊换柳丁汁，OK stop， 所以无一定的比例，这就是工人发出来，啊所以外国的工人伊就用目甲透柳丁汁，啊咱的工人就会乌油透汽油，对吧？所以每一块土地发出来的艺术、音乐、文化，拢会无共款啦，吼，无共款，因为所以物件独一无二，第一独一无二，第二是即块土地发出来。这就是特色啊！这就变成特色啊！来，啊语言咧，语言的特色，共款就是用迄种语言才会当表现的，迄叫做特色。世界所有语言拢有相同的部分啦。爸爸妈妈是毋是全世界语言拢安尼叫？声拢差不多对吧？是毋是安尼？哪有啥物特色？你讲你的特色是叫爸爸，啊无倒一个语言叫爸爸妈妈？无嘛，大家拢安尼叫嘛，对吧？无特色对吧？特色就是你有别人无的，才叫特色，对吧？但是有一寡特色啦，就是用迄种物件表现出来。啊，我是爱食的啦，我是爱食的啦，所以吼，拢食来做咧。西班牙海鲜炖饭，大家要来翻。海鲜炖饭，大家要来翻。你有食过迄啦吼，知影啦吼。嘿啊，这附近 Boston 嘛有几若间好食的迄个意大利餐厅啥，吼，你咧点个炖饭有无吼？昨下我就去食一间，袂歹食。好，咱炖饭大家要来翻。丁饭啊，
咸糜，咸糜对无？即摆好啦，咸糜对啦有成啦，但是你讲咸糜，敢会想到顿饭尾啦？像就是说，啊，迄个炖饭嘛，毋是用炖的啊，对无？迄种饭毋是炖的啦，炖的咱炖啥？炖鸡汤啦，对无？迄毋是迄种的，炖是迄个炖煲啊，吼。所以你袂当叫伊炖饭啊，吼啊！而且西班牙的即种饭啊，吼，甲意大利的佫无共款，一个是有掺水一解掺一解水了后，就一直控，有无吼？啊，就无佫掺水啊。另外一种是一直掺水掺过来解安尼，所以伊迄有诶一个米心较无透，啊一个米心较透安尼吼，有无？吼，这嘛无共款，但是迄就是迄个文化发出来的物件，咱台湾都无即种物件啦，吼，英国，所以台语当然就袂当叫啊，这就是伊的特色嘛。啊，韩国泡菜台语要安怎讲？韩国泡菜，泡会当泡啥？泡茶，泡啥？泡咖啡，泡牛奶，对吧？是毋是安尼？是毋是有在泡？所以有人甲讲，老师泡温泉，咱来泡温泉。我讲泡是啥物意思？泡就是啊吼，甲迄有味的物件掺入去水内底，对吧？啊拉来哦，啊要啉迄个水，要啉迄个水啦，吼，啊对吧？是毋是安尼？啊所以你若讲是泡温泉，表示你甲家己当做调味料，对吧？啊你目标是要啉迄个温泉水，你才泡啊。啊我问你啊，泡菜敢是要啉迄个汤？毋是嘛，对无？所以袂当用泡，甲台语袂合嘛，吼。啊，就是你说，所以因为即个庆字啦，吼，啊，即个什物西班牙什物海鲜粥，迄就是对因的土地生出来的物件嘛，所以台语拢足歹翻的嘛，对无？是毋是安尼？美国嘛是共款啊，美国看到薯条是讲去啊，迄都毋是我美国文化生出来的物件啦，吼。啊，是要怎翻？法国字啊，薯条是毋是法国字？对无？薯条的英语是毋是法国字 ？French fries 有无吼？是毋是安尼？吼，所以吼，伊就毋知要怎翻啊，好啦，恁法国的，所以这薯条是迄啊，薯饼嘛袂晓翻啊，对无吼？脆脆的咖啡色，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脆脆的咖啡色，哇 ，hash brown 哇 ，hash brown 啊，伊就是袂晓翻啊，因为迄个毋是美国传统的食的物件，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吼，所以。即就是讲，每一个语言拢会拄着这啦，吼啊，当然有当时是歹意，有当时是好意啦。像我吼，荷兰式的互换啦，英语内底惊荷兰味啦，啥物意思？大家去食饭啦，大家去食饭的时啊吼，就讲啊吼，对，高大起来吼，讲啊，随人富随人下啦吼，伊就讲啊吼，迄英国人啊吼就足歹心的，伊拢讲，阮英国人拢做哥啊啦，我请就好啊啦。恁莫掠啊，摕来摕去对无？大家小整歹看，我请就好啊，我哥啊，我姐啊，我吼，干若去荷兰才会随人富随人下啦，对无？荷兰人去治啦，吼，当生啦，随人富随人，所以迄种富法啦，因英国无啦，吼，英国无咧，所以大家随人富随，所以就变高大上无？荷兰式的富法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我讲每一个语言拢有因有法度翻，佮无法度翻的。有法度翻咧，就是伊家己涂骹生出来物件；啊，无法度翻咧，就是无安尼嘛。啊，那安尼咧，啥物是台语的特色？啥物是台语的特色？吼啊，所以无法度翻的物件就是伊的特色。所以一般即种特色拢甲在地文化有关系啦。吼，啊，咱在地文化有啥物关系？咱来记一个例啦，吼，就是无共的语言啦，有无共的特色，甲无共的灵魂啦，吼。咱来看大家安怎对付一个饮料啦，吼。英语的汤，英语安怎对付一碗汤 ？To eat， 对吧？吼，食汤啦，食汤哦，啊，啉茶。英语是食汤啉茶啦，啊，中文是啉汤啉茶啦，啊，台语是啉汤食茶啦。火金哥来食茶喎，吼，你会讲啊？连工来阮兜安怎？食茶还是啉茶？连工来阮兜啉茶，连工来阮兜食茶吧？连工才来阮兜食茶啦，有无？你袂讲来阮连工，啥物时阵会啉茶？啉茶甲食茶有共款无？我想要啉茶。你咧拍啥物互伊？珍珠奶茶。啥物时阵会讲我要啉茶？我安怎？白开水。我喙焦要啉茶啦，对无？是毋是安尼？你是毋是会讲我喙焦要啉茶对无？所以啉茶啉的茶是啥物茶？白茶啦，白茶，白茶是啥物？就是滚水，
滚水，但是滚水毋是烧水。我逐下去餐厅我你有滚水无？因为我无，我干那冷的，无烧的。真诶咧，这伫台湾即摆足食的，尤其是迄个走道的，毋捌台语的是。滚水是什么意思？滚水是滚过的水，伊无一定是爱烧的对无？但是因即摆摕到滚水就袂输讲一定爱烧的对无？是毋是安尼好？所以啉茶一般是啉滚水啦，吼啉滚水，吼啊若是食茶，吼就无共啊，是安怎呢？是安怎吼？是安怎英语要食汤啉茶，台语要啉汤食茶，倒变化。是安怎中国要啉汤啉茶？是安怎？是安怎？这就爱对 Boston 开始讲起。Boston 开始讲起，对吧？吼，我会记得我第一届我来迄个时Boston 的时候，准用长老吼就招我去啊吼，甲迄个罗永祥长老去啉迄个啉 clam chowder 哇吼，食迄个龙虾羹哇吼，OK 吼，吼，我摕到迄个汤你知影？迄个蛤蟆汤啦，对吧 ？clam chowder 就是蛤蟆汤对吧？我摕到迄个汤吼，我第一个想法是讲，靠蛤蟆咧。蛤蟆汤嘛，蛤蟆咧对吧？吼，蛤蟆咧，第二是啥？汤咧，汤咧对吧？你甲我讲蛤蟆汤，结果无蛤蟆嘛无汤对吧？是毋是安尼？因为咱想象的蛤蟆汤是啥物款？是安尼对吧？是毋是安尼？是安尼，就一定要蛤蟆规粒连壳拢有对吧？吼，有姜丝，有汤对吧？咕噜咕噜咕噜挤喙焦对吧？吼，啉这蛤蟆汤敢会挤喙焦？这蛤蟆汤你敢会挤喙焦？无嘛，对无？所以我想讲，蛤蟆咧汤咧，无蛤蟆嘛无汤，叫什么蛤蟆汤，对无？是不是安尼吼？所以这文化无共款啦，蛤蟆伫倒？蛤蟆剁甲脆啦吼，散伫内底。但迄当阵我翕的迄个相片，叫毋知走台，因为迄2016年的代志伤久啊。迄是我这是我顶个月月底去6月底去西雅图的时。去啉啊！吼，我专工去点一个这来翕安尼，就是我下要来上课啊，翕一个迄个蛤蟆汤啊，内底根本就，迄蛤蟆剁甲幼，无几粒嘛，对无？是毋是安尼吼？汤咧，汤就高高啊。所以你知影台湾料理啊吼，台湾料理汤若食倒菜是汤会当先来无？你盘要来先，甲你来一碗汤，会使无？乌骨鸡汤先甲你来。袂使啦，你去互骂死对无？你一开始食到就要叫我啉汤，你是要我啉啊饱，等下莫食哦，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你去互骂死啦！所以咱的汤啊吼，一定是爱当时才出，较后壁有无？汤出了出米糕，无就是米糕出了出汤对无？最后啊啦，最后米糕会当先出无？嘛袂使啦，米糕先出，你互骂死啊对无？米糕食落就饱，米糕甲汤吼拢是最后，了就要出迄个水果甲甜露啊。对无？是毋是安尼吼？所以咱的汤是最后才出，因为咱的汤是要挤喙焦的吼。美国的汤像即种汤，啥物时阵爱出？即种汤会当你牛排食了才出无？袂使对无？你是先出对无？因为要互你创啥？食饱的对无？你啊อุ่迄芳有无吼？อุ่芳薄甲喙齿足酸对无？我来讲笑，所以即种汤是我咧食饱，所以上来伊是 to eat， 上来是 to eat。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伊有伊的文化，所以生出来伊的语言就是安尼，对无？咱有咱的文化，所以咱生出来语言就是安尼。所以伊啥？伊的茶咖啡咧，伊茶咖啡是 to drink 无毋对啊吼。因为伊也毋是食饱的啊，对无吼？中国人嘛无毋对，中国人汤就是咕噜咕噜挤喙焦，茶嘛咕噜咕噜挤喙焦，所以中国人的不管是汤还是茶甲咖啡拢是好嘛，对无吼？是毋是安尼？台湾人你讲好，老师台湾汤挤喙焦，咕噜咕噜蛤蟆汤，茶咧，敢讲茶是要食饱的？台湾的茶甲咖啡，敢讲要食饱？酒嘛是共款哦。我今仔食酒食了有较济淡薄，有无？是毋是安尼？食酒、食茶、食咖啡，啥物是食？敢讲迄是要食饱的？当然嘛毋是对无？是安怎？你请人来厝里啉茶是挤喙焦的对无？吼，是干那茶啦。若请人来厝里食茶咧，你会干那捧茶互伊无？袂啦，对无？伊是一个迄个 ceremony 啊，就是迄个。一个仪式啦，一几套的啦，对无？所以伊并毋是干那啉尔，台湾人最重食，所以一定有四修啊，就爱咱食对无？所以你看，所以吼，无共个语言啦吼，无共个背后迄个文化，完全无共款的蛤蟆汤对无？我问你啦，你若去店里点 beef noodles， 你会按说伊出啥物款的 beef noodles？伫美国，
你若伫美国的餐厅有一个 beef noodles， 迄个酸甜牛肉面嘛，对无？牛肉面嘛，你安算拍出来是啥？炒面。炒面啊，对无 ？spaghetti 有无？吼，你拍的是意大利迄种 spaghetti， 啊，伊的牛肉会生做安怎？绞肉是无啦，应该是薄薄啊，一片一片有无？足细片的有无？吼，应该是安尼嘛。所以你的 beef noodles 你按算起来应该是安尼嘛。但是你若是台湾的牛肉面生出来是安怎？面好汤浓，肉大块对吧？吼，摕的是汤面，是不是完全无共款对吧？汤面啊，迄肉是一块一块同地对吧？你有感觉真奇怪无？像那牛肉面所变成台湾的迄个啊，台湾的名产啊，是安怎？是安怎？你有感觉真奇怪无？你听到牛肉面是台湾的特色的料理，你有感觉真奇怪无？倒位奇怪？牛肉嘛奇怪，面嘛奇怪。像我头讲的蛤蟆汤，蛤蟆嘛奇怪，汤嘛奇怪，对无？吼，迄牛肉面，牛肉嘛奇怪，面嘛奇怪，牛肉奇怪伫倒位？台湾人敢有食牛？无嘛，台湾人早前无食牛嘛，什物牛肉面对无？是不是安尼？早前哪有咧食牛诶？早前无咧食牛啊，啊，现在变安尼，迄就爱做吼，因为这文化的意义就是变成讲。伊迄当阵1949年一寡中国的兵仔走来台湾嘛，对无？啊无物件通食嘛，迄当阵啊无物件通伫遐个枵足久啊来食，规家路拢是肉，啥物肉？牛肉啦，拢是牛对无？因看到牛肉，哇，迄牛十身躯拢转哇，所以吼，伊就甲牛抬来食，有无？抬来食。啊，但是吼，因为枵甲惊着，所以牛肉一定爱足大块对无？所以肉大块对无？是毋是安尼？啊面咧，台湾的麦仔出产量足少的对无？这食都无够，哪有通拍干？啊，哪会面咧？因为迄当阵有美元，美国去救助着台湾对无？美国援助美国援助台湾，援助啥？米哦。米粉嘛，对无？所以迄当阵的台湾查甫人吼，真侪囡仔拢穿迄个米粉袋仔内裤无吼，后壁是写啥物中美合作无？头前净重30公斤，是不是安尼？所以吼，这就是迄当阵的情形嘛。啊，米粉出来，外省人来讲，对，我会晓用这做面，对无？我会晓用米粉做面，所以你看外省仔面上出名，对无？外省人来遐做面，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就有美国的援助，甲中国人来台湾，这两个历史原因，所以产生牛肉面变做台湾有名的料理，有无？所以是不是台湾？所以你若去四川啦，那个什么川味牛肉面对无？我甲你讲啦，四川无川味牛肉面啦，无这种物件啦。你去四川的，迄台湾人才有啦，吼。因为我头讲有这个特别的历史背景对无？四川无啦，就亲像啥，蒙古嘛无蒙古烤肉，你知？温州无温州大馄饨，真的啦！我来讲前几年吼，阮去蒙古啊吼，国际诗人交流啦，国际诗人